90萬嘅價錢俾你揀別墅，定係買大平層，定係高層住宅？俾我嘅話，肯定選別墅系列啦，精裝現樓喎。Later 喺珠海90萬可以成棟立晒，佢仲帶埋前後花園，但係精裝修，你哋敢信嗎？我講嘅90萬係首期款啊，呢一邊咧係刷爆我哋所有朋友圈嘅，總價係300萬起腳啊，首期可以去到90萬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全個小區全部都係一個精裝現樓交付嘅階段啦。咁呢一邊咧原本就係2個車位嘅入口，佢現在咧就可以設計到一個 L 型嘅大花園，花園咧可以接近200平方啊，你敢信嗎？嗱，跟住個鏡頭過嚟感受下，成個小區咧都係別墅群體組成喎，仲係外立面超級有歐洲風情小鎮咁樣噶，相當之高貴啦。嗱，跟住鏡頭過嚟感受下，呢邊咧係佢哋嘅入戶嚇，入戶呢一邊咧都唔計入我哋房本嘅。嗱，總共就係218平方實用，總共就係218平方實用，可以去到差唔多500方，買2層送1層。就係咁嘅感覺，呢一個係我哋一樓嘅大廳，呢個係我哋嘅1樓大廳嘅感覺，夠唔夠大？再過嚟感受下呢邊個花園先夠 OK。嗱，佢俾到你係咩啊？俾到全部都係啱先睇到嘅精裝交付啦 ，L 型嘅一個花園，原本嘅花園係可以去到咁大嘅。嗱，平時中意 BBQ 啊，或者係你做一個露營嘅，或者你中意種菜，呢邊都可以實現到。呢度咧就係我哋嗰個車位位置啦。嗱。係對住呢邊嘅馬路嘅，你可以放到2-3台車，同埋3-4台啲機車都冇問題。喺珠海就可以做到咁實惠啊！咁呢一個就係整個1層嘅一個表現啦。嗱，我哋可以睇到磚啊，都係60乘米2嘅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。呢一邊你假如攞嚟接待啲親戚朋友，再適合不過啦。嗱，你睇到嘅所有都係交樓標準。過到嚟呢邊洗手間。OK， 我哋就唔睇，但係呢個空間度可以俾你展示到啊，實用率非常之高，最緊要係買2層送1層。我哋上2樓睇睇，呢個呢就係一個2樓一個表現啦，空間感都係非常之大啊！你睇下中西廚結合嘅一個開放式廚房啦，冰箱位置都全部同你預留埋。嗱，你睇下呢一個空間度，我覺得放一張呢個4人台，簡直係浪費，肯定要放一個大圓台喺度先夠霸氣，呢啲先係住豪宅嘅表現，住別墅嘅感覺啊，就係咁樣嘅。嗱，層高我哋可以睇到，都係裝吊完天花嘅話，可以去到2.89米啦。啊，順便一提咧，嗱呢邊所有嘅一個外立面啊，全部都整晒俾你噶，呢啲咁樣嘅落地玻璃，成棟都有喎，誇唔誇張啊？齋呢個裝修成本啊，我覺得呢個價格。90萬首期可以上車，你中意存款啊300萬都 OK 啊，可以按揭，何必存款啊？加上而家利率咁低3.0，嗱呢個2樓表現，總共你可以做咗一個大套間，呢邊就係攞嚟爆嘅，呢邊就攞嚟洗嘅。嗱，嗰啲交付標準質感都好高啊，非常之時尚百搭啦。嗱，洗衣機就可以咁樣安置，過到嚟呢邊仲有一個套間。套間嘅話，我覺得2樓嘅話，你可以安排一個長輩又得，做一個學習房又得。嗱，你睇下空間感係非常之舒服嘅，呢啲就係實打實嘅實用性啦。呢個就係2樓一個表現。記住，90萬可以立低。我哋上埋3樓感受下，呢個就係3樓一入嚟嘅一個會客廳啦。呢邊你可以到時候後期整一個多功能區域都 OK。3層咧總共有3間房間，呢個就係另一個衛生間一個表現力啊。呢啲裝修標準你啱唔啱啊？嗱，過到嚟呢度，房間空間全部呈現晒出嚟嘅空間感係非常之實用啊！但係大家就唔好覺得話好挑啊，呢度會唔會好偏？大佬，珠海嚟㗎呢度。嗱，呢個房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細啲，兒童房，但係夠晒骨子。重點一提係帶埋電梯，呢個性價比飛高。哇，呢個先正，我同你講，接近我哋差唔多成50方嘅主人間，得唔得？所有冚唪唥你睇到嘅都係交樓標準。嗱，攝影師加埋過嚟呢邊，你睇下一埲牆咁嘅貴，加埋我哋嘅化妝間，有埋套間。如果套間，我覺得到時候我揼咗佢，我做一個浴缸，真係老婆超級中意。得閒冇事做係嘛，浸一下泡泡浴係非常之寫意一件事嚟嘅。講咧，我哋就睇完啦。對於你哋中意揾珠海別墅嘅話咧，我覺得90萬完完全全可以上車嘅精裝現樓係非常之稀缺嘅一個產品。房本面積去到218，實用去到500方，買2層送1層，帶埋車位，呢啲感覺係好正嘅。假如大家對呢套屋嘅裝修有咩建議或者意見嘅話咧，都可以評論區留3條5，我將呢邊嘅詳細資料發晒俾大家。